8月的曼谷，濕熱空氣里裹着暹羅廣場的喧囂與香茅草的清冽。當夜幕降臨時，暹羅百梨宮門前那條長長的公毯，像一條鋪陳開嚟的星河，吸納了所有躁動與期待。閃光燈在暮色中連成一片白色的海，尖叫聲此起彼伏，幾乎要掀翻這座繁華商場的穹頂。所有人都在等這場微博文化交流之夜泰國站最後一位登場者。而在後台的暗影與光亮交界處，一個清秀挺拔的身影正立着，黑色亮鑽暢薄領西裝勾勒出舒展的肩線，身臂內搭若隱若現，頸間那串溫潤的珍珠配飾在昏暗中泛着柔和的光。他不說話時，周身有一種沉靜的氣場，仿佛將遠處公壇的沸騰隔絕在了另一個世界。這是任嘉倫，一個在古裝與現代、東方與異域之間游刃有餘的名字。當主持人的聲音拔高，念出那個納奏的名字時，他微微提了口氣，邁步走向那片光的海洋。那一刻，快門聲密集得如同驟雨，而他臉上帶着恰到好處的微笑，從容、貴氣，甚至有些溫柔。沒有人知道，在他踏上這方寸舞台的前幾天，互聯網的另一端，一場關於他私人生活的風暴正悄然醞釀。那些窺探、猜測與喧囂，像揮之不去的暗影，試圖將他此刻的光芒吞噬。但當他就這樣出現在所有人面前，生圖直出，肌膚紋理清晰可見，眼神清澈篤定，人們忽然發現，有些東西是流言蜚語無法摧毀的。公毯上的這幾步，他走得沉穩，仿佛踏碎了一地雞毛的傳聞。這場盛典的公毯從來都是星光如人氣的角鬥場，但任嘉倫的出現讓一切變得有些不同。他一踏上那條被燈光烤得微微發燙的深色地毯，現場的氣氛便肉眼可見地沸騰了。那些原本有序的尖叫驟然拔高，帶着破音的激動與猝不及防的驚喜。他今晚的造型像是精心計算過，卻又透着舉重若輕的隨意。那身黑色亮鑽暢薄領西裝剪裁利落得如同量體裁衣，將他並不算過分裝飾卻線條流暢的身形襯托得如同行走的衣架，肩寬腰窄，比例恰到好處。內搭的深 V 設計微微露出鎖骨，在妝重中平添了一絲不經意的性感，而那幾顆點綴在領間的珍珠配飾，則是全身上下最精妙的一筆。珍珠這東西向來挑人，多了俗氣，少了寡淡，戴在年輕人身上容易顯老氣，可被他這麼一搭配，竟中和了黑色西裝的冷硬，透出一種溫潤如玉的貴氣，像是舊時豪門裡走出的琴貴公子，不張揚，卻讓人移不開眼。媒體的長槍短炮自然不配放過這樣的畫面。在公毯的官方攝影勾，他停下來，配合地轉身，面對各個方向的鏡頭，沒有刻意的灑率，也沒有緊張的僵硬，只是自然地將手插在褲袋裡，微微側頭，露出清晰的下頰線。這時，無數像所謂的生圖開始像雪片一樣在網絡上瘋傳。在這個精修圖泛濫，連毛孔都要被磨皮磨掉的時代，生圖成了檢驗顏值的最高標準。而任嘉倫的生圖幾乎可以用封神來形容，鏡頭聚到臉上，看不到明顯的瑕疵，肌膚緊緻，眉眼深邃，那種從骨子裡透出的清俊感，無需後期修飾，便已足夠動人。有現場的網友在社交媒體上發出驚嘆，只用了4個字，秒了全場。這並非誇張，在那樣的高清鏡頭下，他的狀態好得不可思議，仿佛這幾年的歲月和風雨都未曾在他身上留下雜麼痕跡，只有沉澱下來的從容與篤定。然而，令人玩味的是，當這些美圖在網絡上引發一波又一波的讚嘆時，輿論場中一個更為尖銳、更為八卦的聲音，卻悄然壓過了對其造型與狀態的討論。點開微博熱搜，與任嘉倫公毯並列的，甚至是熱度更高的，往往是關於他婚姻狀況的猜疑。網友們一邊對着他的神顏大喊哥哥好摔，一邊又忍不住在評論勾裡交頭接耳。所以他到底離婚了沒有？那個狗仔的爆料到底是不是真的啊？那種獵奇與窺探欲如同野草，
魔法壓制。這就構成了一個極其荒誕又極具現代感的畫面。在曼谷的璀璨公壇上，他光芒萬丈，以絕對專業的姿態面對公眾；而在虛擬的網絡世界裡，關於他私人生活的流言蜚語，正以一種近乎狂歡的姿態被消費。他的專業成就了他的高光時刻，而他的私生活卻成了大眾最想拆穿的謎題。人們為何如此關心他離婚與否？這個問題的答案，或苦要回溯到任嘉倫作為公眾人物，尤其是作為偶像最特殊也最反常規的標籤——英年早婚。在如今的愛豆工業體系裡，戀愛都是一種罪過，更遑論結婚生子。流量藝人們小心翼翼地擁持着單身人設，將戀情藏得密不透風，生怕一絲感情的火花燃盡了粉絲的幻想。但任嘉倫是個疑慮。2017年，他憑借《大唐榮耀》中鮮衣怒馬少年郎的形象一夜爆紅，從默默無聞的龍套躍升為頂流小生。那是他事業的黃金上升期，換作任何人都會選擇將戀情雪藏，找住這來之不易的機會。可他沒有，在那個無數少女為他痴狂的巔峰時刻，他選擇公開了與女友洩歡的戀情，沒有含糊其辭，沒有模棱兩可，就那麼坦坦蕩蕩地告訴了全世界，他身邊有這樣一個他。到了2018年，他更是直接宣布了兒子的出生，完成了從偶像到人夫的徹底轉型。這一舉動在當時無異於一顆深水炸彈，震撼了整個娛樂圈。有人退粉，有人謾罵，但也有更多人被他的擔當所打動。在後來的一次採訪中，他曾直言，娶到薛歡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事。婚後的他更是潔身自好到了極點，和合作的女演員始終保持着得體的距離。拍攝親密揮瞓時，甚至主動使用替身，手上那枚婚戒幾乎從未離身。這種在名利場中近乎異類的忠誠，讓他成為了娛樂圈愛妻者風生水起這句話的最佳代言人。粉絲們戲稱他英年早婚，言語間雖有遺憾，但更多的是對他這種頂流時期敢於擔當的敬佩。他塑造了一個深情、專一、顧家的好男人形象，這個形象不僅沒有阻礙他的事業發展，反而讓他從一眾流水線般的偶像中退穎而出，顯得格外真實、厚重。所以，當這種好男人人設被質疑出現裂痕時，其所引發的震盪，遠比普通明星的緋聞要大得多。人們關心的不僅是八卦本身，更是一種信任的試煉。如果連任嘉倫這樣的清流都婚姻破裂了，那娛樂圈存有真愛嗎？如果英年早婚的擔當最後也抵不過歲月的瑣碎，那宮中對明星私德的美好想象又該何處安放？這種好奇心混雜着對完美人設的期待與對人性弱點的窺探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輿論漩渦。而這場漩渦的源頭，即要追溯到不久前的7月初，那位已爆料明星印絲著稱的狗仔劉大誰。時間倒回到2026年7月初，一場看似突然的直播爆料，將任嘉倫的名字再次推到了風口浪尖。劉大誰在直播中言之鑿鑿地宣稱，任嘉倫與妻子薛歡已經分居，而他的證據現在看來甚至有些可笑。近是因為拍到任嘉倫在上海參加商務活動期間，連續2個晚上都住在品牌方安排的酒店，而沒有回到他位於上海的家中。這個邏輯簡單粗暴到令人咋舌，在外工作住酒店，就等於不想回家，就等於分居，就等於婚姻亮起公燈。這種推論，但凡對現代職場生活稍有了解的人都會覺得荒謬。藝人工作繁忙，行程常常從清晨排到深夜，有時收工已是凌晨2、3點，第二天天不亮又要趕赴下一個通告。在那種高強度的工作節奏下，就近入住活動方安排的酒店，以保證有限的休息時間，是再正常不過的行業慣例。更何況深夜歸家，不僅自己疲憊，船可能打擾到家中妻人的休息，選擇住酒店，有時恰恰是一種體貼。然而，就是這樣站不住腳的證據，配上分居這樣聳動的標題，
依然在瞬間衝上了熱搜，收割了驚人的討論量。仔細分析劉大誰的爆料，不僅邏輯薄弱，甚至與他過往的言論自相矛盾。此前，他曾公開稱讚任嘉倫是圈內清流，抱怨跟拍他太無聊，因為除了拍戲就是回家，根本拍不到任何負面素材。如今卻拿着幾張酒店的照片大做文章，這種前後不一的嘴臉，讓不少網友直言吃相難看。更何況爆料的時間節點也十分微妙。彼時任嘉倫主演的懸疑劇《深淵魔奸》即將在愛奇藝迷霧劇場播出，這不是第一次了。回顧過往，幾乎每逢任嘉倫有新作品上線，類似的分辨、飄窗、二胎等不實傳聞就會如約而至，如同負骨之錐。這種周期性出現的謠言，很難不讓人懷疑背後有防爆或惡意炒作的推手。面對這種毫無根據的指控，任嘉倫的回應沒有選擇打官腔或發律師函那種冷冰冰的套路，而是帶着一種被冒犯到私人領地的無奈與坦蕩。他沒有回避，而是直接回應了分居的猜疑，解釋那2天是因為收工太晚，為了不打擾家人休息，才選擇了酒店。隨後，他說出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：家在哪裡我一直都清楚，不需要靠任何人的鏡頭來幫我確認。這句帶着些苦鋒芒的表態，比起那些被公關團隊打磨得光滑圓潤的聲明，更顯真性情。緊接着，他旋補充了一句：我很好，家人也都好。簡短的8個字，看似平淡，卻堵住了悠悠眾口，安撫了粉絲的焦慮，也表明了自己捍衛家庭的決心。他沒有歇斯底里地控訴，也沒有痛哭流涕地賣慘，只是用一種清者自清的姿態，告訴所有人，他的生活輪不到外人來指手畫腳。這種回應既維護了他一貫的體面，也展現了一個男人在保護家庭時的強硬底色。其實，如果我們放下那顆熱衷於窺探八卦的心，冷靜地去審視任嘉倫和薛歡這10幾年的感情路，就會發現劉大誰那所謂的分居爆料，簡直脆弱得像一張被雨淋濕的紙。他們的故事並非雜麼豪門聯姻或利益裂合，而是2個年輕人從微末之時開始，互相攙扶着走過漫長歲月的平凡傳奇。時間要回到2011年，那時的任嘉倫船沒有改名，他叫任國超，一個聽起來有些土氣卻也寄託着父母期望的名字。他曾在韓國當過練習生，忍受着高強度的訓練和看不到希望的未來，後來又念轉回國，在各個劇組裏跑龍套，演着只有幾句台詞的小角色，前途一片渺茫，積蓄也少得可憐。就在那段最灰暗的日子裏，他遇到了薛歡。那時的薛歡是中戲科班出身的演員，前途本比他光明得多，但他選擇了他，放棄了自己剛起步的演藝事業，默默地陪在他身邊，照顧他的生活，安撫他的情緒，甚至在他經濟拮據時予以補貼。那是真正意義上的患難與共，是2個年輕人在異鄉抱團取暖的心情。這份情誼，任嘉倫一直記在心裏，未曾有過一刻忘記。這也是為什麼在他憑借《大唐榮耀》一夜爆紅，成為萬人矚目的偶像時，他第一件事不是去享受那份紅利，而是向全世界宣告他的存在。在那樣一個唯流量論的時代，公開戀情幾乎等同於自毀前程，但他沒有絲毫猶豫，因為他知道那個陪他走過低谷的人，值得擁有一個光明正大的名分。這種久富貴勿相忘的義氣與擔當，在浮躁且勢利的娛樂圈實在太難得了。婚後的薛歡徹底退居幕後，安心做他背後的女人，照顧家庭和孩子，從不趁熱度，也不在公眾面前過多曝光，以一種近乎消失的姿態守護着這個家。而任嘉倫則在外打拼，賺錢養家。他們就像一對最普通的夫妻，一個主內，一個主外，分工明確，彼此信任。這種關係的韌性，並非毫無根據的自我感動。多年來，有無數路人偶遇、工作人混爆料都能印證他的顧家特質。
他不是那種把愛家掛在嘴邊立人設的明星，而是實實在在地在做。他佢利用工作間隙回家陪伴妻人，提起家人時，眉眼間總是掩不住的溫柔和底氣。即使在拍戲時，他也嚴格恪守本分，和女演員保持距離，從不搞曖昧，被圈內人稱為非文絕緣體。一段關係能夠擁繫15年，從戀人變成家人，從風雨飄搖走到歲月靜好，靠的不是表演，而是日復一日的尊重與堅守。所以，當狗仔近憑2晚住酒店就妄言分居時，不僅是對任嘉倫個人的冒犯，更是對他身後那個默默付出的家庭的一種褻瀆。無數網友之所以一邊倒地站敘支持，正是因為大家心裏都有一杆秤，那秤砣是長達10幾年積累起來的公信力，是那些看得見的、實實在在的珍惜與保護。最終，當曼谷公談的喧囂落下帷幕，當那些關於分居的鬧劇漸漸失去了熱度，我們作為這場龍大輿論盛宴的圍觀者，或許應該從一種更為理性的、更為悲憫的角度去看待這一切。娛樂至死的年代，我們習慣了將公眾人物的私生活當作下飯的談資，習慣了用放大鏡審視他們的一舉一動，甚至習慣了以最大的惡意去取輯一段我們並不了解的關係。狗仔用模糊的邏輯和片面的畫面去定義他人的婚姻，自媒體用煽動的標題和腦補的細節去收割流量，而我們在刷着手機參與討論時，也在無形中成了這場隱私圍獵的共謀。我們必須承認，我們與任嘉倫之間最健康也最體面的連接，應該是作品。正如他在曼谷領獎時所說的那句讓人印象深刻的話：真誠就是最好的翻譯。他將真誠交付給了角色，交付給了舞台，也交付給了那些懂得欣賞藝術的觀眾。他將《錦衣之下》的陸奕、周生如故的周生辰演活了，讓我們為之哭為之笑，這便是一個演員最大的功德。至於他是好丈夫、好父親，那本應是他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幸運，而不應成為他被審視、被綁架的原罪。他從未標榜過自己是怎麼完美偶像，他只是選擇了按照自己的節奏生活，並勇敢地為自己的選擇負責。我們與其沉溺於窺探他與薛歡是否還住在一起，不如多關注他即將上映的作品，看他如何繼續在熒幕上塑造那些動人的角色。理性的吃瓜，應當有邊界感。那條邊界，一邊是聚光燈下的舞台與作品，那是公眾人物的職業面向，我們可以評頭論足；另一邊是窗簾背後的生活，那是他們作為人的基本隱私權，我們應當尊重。不要因為狗仔一張模糊的照片，就去否定10幾年相濡以沫的心情，也不要因為營銷號幾句煽動的話，就陷入對他人生活的過度取測。在這個信息爆炸、真偽難辨的時代，保持一份獨立思考的能力，克制自己不去傳播未經證實的謠言，便是對他人最大的善意。任嘉倫用他邁上公壇的從容步伐告訴我們，只要行得正坐得端，流言蜚語終究只是過眼雲煙。而我們也該用更理性的目光，穿過那些八卦的迷霧，去看見一個演員的努力與才華，同時也傳給他的家庭一片寧靜的天空。畢竟家在哪裡，他本人清楚就好，而我們只需要知道，在熒幕亮起的那一刻，他依然是那個攰用生命去演戲的任嘉倫，這就足夠了。願我們都能在這個喧囂的世界裡，學會平和，學會尊重，也學會放下那顆過度窺探的心，傳娛樂圈一份清朗，傳那些認真生活的人一片淨土。